国际新闻来看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昨是指控讲，美国派出8只军舰，搁载1200架飞弹，搁有1只核子的潜水艦幕。马杜罗形容讲，这是过去100年来南美洲面对上严重的威胁。不过美国是回应表示讲，大规模海军部署主要目标是要来打击拉丁美洲的毒品集团。 针对美国8月底伫南加勒比海和4科里亚的海域大规模部署海军舰艇和飞弹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9月初伊伫卡拉卡斯召开记者会。8 barcos militares con 1.200 misiles y un submarino nuclear apuntan a Venezuela. Mr. President Donald Trump, usted tiene que cuidarse porque Marco Rubio quiere manchar sus manos de sangre, con sangre suramericana, caribeña, con sangre venezolana. 马杜罗阁讲到，这是过去100年来南美洲大陆面对的上大的威胁，而且强调这种局势较早毋捌看过。美方表示讲，这项行动的目的是因应拉丁美洲毒品集团造成的威胁，全部甲打击毒枭列作是政府核心目标，透过切断毒品犯罪和人口走私的来源，来减少非法移民，加强美国的边境安全。委内瑞拉对美国的讲法是真无认同，否认讲因这个含领导改战是主要国际毒品贩运的关键角色。 Vamos a luchar si ustedes se atreven a poner un pie en Venezuela. 今年8月初，美国已经甲针对掠到马杜罗的奖金翻倍，增加到5000万美金，而且需要有会当甲逮捕，而且会当指控伊涉及毒品贩运，而且和犯罪集团有斗抗的情报。虽然美国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舰艇是定伫南加勒比海的运作，但这摆集结的规模是明显比较早拢大真济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